早起通龙潭落大雨，台湾文学之庙宗教政治16过新总统蔡英文去到伊的故乡对书，冷冻外口是透风落雨，就算总统头毛已经被吹乱去啊！伊愿伫5日空就职日进前，新律师关键的时期，专工行一座龙潭。总统讲，因为要向这位台湾文化的奇人代表国家表达最高的敬意。钟老的离开，代表着台湾失去了一位大家都尊敬的文化国宝。感谢伊提拔无数的后进，用文字表达对台湾土地关怀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像钟老常说的，发挥应景的精神，继续努力推动客家文化。总统讲，钟兆政这位老前辈，几年来拢是将伊当作逝世啊同款的疼惜。听到伊离开世间的消息，感觉唔甘甲悲痛，感谢这位台湾文化奇人一生的贡献。